大家好，今日要甲大家小解一个输入法，伫手机仔顶悬的输入法吼。咱头起先来去 Play 商店，来去找找即个拍台语输入法。咱先倒转来，好，咱你着拍一个拍台语输入法吼。你搁甲试即个 Enter，伊就有跳出即个拍台语输入法啊。因为本身即个手机仔我已经有安装，所以呢，恁只要甲点落去。点落去的时阵咱甲试即个开启，开启，咱先来看即个界面伊会甲你讲第一步，你爱甲输入法拍开，就是咱去即个语言甲即个输入设定内底，甲拍台语输入法拍开。第二步就是讲，你爱选甲即个拍台语输入法做即马要用的输入法。第三步就是找所在开始拍字，好，来咱即马先来找咱即马先来去伊讲的第一个步的即部分，咱先来看卖仔咧。好，咱先来去设定遮咱来看设定即个部分，好，咱甲试落去。好，来，咱看即个语言甲 keyboard 的部分。咱看现出是目前的 keyboard 是。我的手机也是 LG， 所以咱会当先来看卖仔咧。好，来，咱拄则迄个拍台语输入法已经有伫遮，所以我搁甲即个校选起来。好，校选起来了后，咱确定讲有伫遮好，来，咱搁倒转来。第二步伊拄则有讲你已经甲拍开啊嘛好，第二步就是讲，咱先来试看卖咧，你要安怎甲你即个手机仔？拄则迄个拍台语输入法甲拍开咱先找一个画面，开始讲咱想要拍字。好，你即摆甲看，咱即摆我的手机的画面是显示我 LG 本身的即个keyboard。毋过我想要甲我迄个输入法拍开，要安怎拍开呢？你会当对咱来讲，你会当对你本身设定的遐个部分，我手机是对顶悬撇倒落来。顶悬撇倒落来，我就会当变更我的 keyboard。即摆就显示讲，我即阵是 LG keyboard， 毋过我正想要甲即个拍台语输入法，要甲校选。好，校选了后，你看我即阵即个画面是安尼。我先简单用讲，伊的画面就出现安尼好，咱先简单讲一个界面本身咱顶头是数字。中 keyboard 伊就是罗马字，就是咱的迄个字母。咱来看即个上倒边遮即个部分，倒边遮即个部分，伊是即个一个箭头，粗粗大大。你即个伊本身设定就是讲，你拍头一字，伊就是大写。咱先试看下，譬如讲咱拍即个拍，拍伊就大写，你着点落去，伊就大写。假使讲咱这是箭头，你看遮即个箭头，伊是小写。所以咱若拍即个 PHAH 伊就显示即个拍。好，来，即个是简单即个镜头的小解第二部分就是咱上看下底即个 LMZ 的部分LMZ 的部分就是讲，咱若譬如讲咱拍字出来，譬如讲我拍即个共款，就是共阮拍即个 PHAH。好，来，伊 LMZ 的话，你有看伊顶头，遮有相关的一寡词类，伊会走出来这当然是思考建立的部分，毋过咱遮是单字来讲的话，伊罗马字是伫顶悬，你得当选罗马字。假使讲我对即个 LMZ， 我甲点落去，伊变汉即个汉字的汉，伊就汉字伫顶悬，所以你若选即个，伊就变一个拍。这就是汉字、罗马字，伊选择的即个部分无共款好，搁来，咱来看设定的部分，因为咱使用即个罗马字的部分，有分即个大罗到罗的部分，所以麻烦恁对下底，甲撇对顶悬起哩。好，对下底上下底遐甲撇对顶悬起哩，伊就有即个。即个部分会当甲伊做一个设定的部分
咱看中间即个设定即个部分的界面，恁来看者吼，伊提醒伫起步对下底撇起顶面会使叫出即个设定，也是符合起步即个有一个空，就是即字，吼，加即个嘛会使哦，吼嘛会使。好，来拄则我设定的是大老板，咱嘛会当设定即个白话字版，嘛是会使设定即个英语版。好，咱先来举例吼。举例讲，譬如讲，我要拍简单即个我伫来大老板来讲的话是 GUA 第二声啊点落去。好，来即马是汉字伫顶头，所以我若想要罗马字，我是罗马字伫顶头，所以我选即个。好，咱先甲这先杀掉。再来呢？吼，过来吼，咱就是讲吼，来以即个为主。咱过来讲，我是要用白话字版，嘛是共款以即个我来做举例。哦，我当然白话字版伊就毋是 GUA， 伊是 GOA。好，第二声，吼，伊就是安尼。我，或者是即个白话字版。那假使你是要拍英语，譬如讲你是要拍 APP，LE 是 Apple， 还是讲 Line， 咱即马讲来拍即个 Line 好啊。咱就切换。咱还未切换进前，咱先来试，不管白话字版还是大陆版，咱先来试讲，咱要安怎拍即个 LINE 即4字出来，是有困难无？当你拍即4字出来了后，伊显示画面是安尼，因为伫罗马字内底词库内底是无即4字会成立，所以伊无法度跳出来，伊就干那恁吼，伊干那安尼，所以可能即个就无成立。所以可能你若讲单独是无爱切换的时阵，你可能干那拍 LIN， 吼啊算了后搁拍一个 A， 就对啊吼，安尼就画大项显示安尼。毋过若假使讲你是切换英语版，你直接拍 LINE， 伊就随走出来。也是讲你想要拍 Apple， 伊就直接出来。你若搁切换去大陆版，伊本身词库内底就无建立，所以伊是拍袂出来。吼，安尼即点安尼就是小概到遮。来就是即个数字的部分。数字的部分是拢希望大家切换到即个英语版的部分。哦，咱遮有一个下底有一个空，遮甲点落去，吼，则就跳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你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即个部分。啊，则有一寡符合，恁拢会当做即个选择，会当来试看觅。好，若假使讲你今仔要搁倒转去。要搁倒转去另外一个输入法的设定，共款你嘛是会当对你的手机本身设定是安怎，你会当对顶悬撇落来，还是讲对倒边撇过？吼，即马是伫英语版伊是无法度。若假使讲恁手机设定的方式甲我无共款，恁就是看恁原来输入法是要安怎去做切换，恁就会当做切换。好来，设定的部分，若假使讲你画面伫遮感觉真复杂，所以你要甲关掉，你着甲关掉，即个甲关掉，咱的画面简单就是安尼。好，那咱搁来复习一摆，就是讲你今仔日要切换罗马字甲汉字是下底即个，即个是空白键空格仔的。好，啊，即个箭头就是大写，点一个哦，即个是大写。啊，点一个就是小写。那你要拍即个数字的部分，会当点遮，会当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伊直接甲拍出来。那假使你今仔日是要拍大陆版，也是教陆版，你会当对下底撇去顶悬。哦，撇去顶悬的话，吼，咱就会当伫遮来设定，安尼。若假使讲你今仔日是设定大陆版，你拍字拍好了后，
譬如讲你是简单的一个词类，譬如讲我是迄个，你要拍一个风吹，还是讲你要拍另外一个简单的词类，伊内底词库是有诶。哦，譬如讲拄则会讲拍，批嘛吼。好，来等者吼，拄则是讲用拍。你简单拍一个拍，伊遮有遮尔啊侪词类，会当互你做选择。你譬如讲你想要拍卖，你只要拍一个拍，吼啊我就出来啊。哦，我毋免搁拍甲要甲声母要甲符号，还是讲迄个连字符号，即个海粉要甲拍落去。所以咱即个设定的部分，其实是看恁安怎使用。以上简单做一个即个拍台语输入法的小解。